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武德宫，主要是拜财神，其中扶鸾是财神传送到指示的方法之一。啊，庙方嘛甲鸾文记录做册，发扬祭祀的精神。扶鸾是信徒向神明问事的重要方式。其中北港武德宫扶鸾仪典有50年以上的历史。云林县政府就将北港武德宫扶鸾仪典指定做无形的文化资产。咱交政治大学拢即个产业的合作啦，所以拢有出作者咱每一年度来底面呢，咱的即个鸾文所出写的册。武德宫嘛讲，鸾文毋但是为信徒指引方向，庙方当年拢会举办学术研讨会，研究鸾文，将这故事保存做册。尤其是咱的即个过年的正月初一、卯时，武在讲会写出春夏秋冬，是咱一年四季来底面该注意的。甲扶鸾仪典完整保存，嘛透过数位化方式记录武在公的故事，发扬武在公救助世人的精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